上新上 hit 的歌，拢伫报道新歌发烧榜。OK， 你今晚所收听的是收获歌，拢伫你报道新歌发烧榜，今日是 Friday night。当然啦，你若是来收听咱的节目，你就真了解讲哦，今晚咱台语歌坛有什么新歌，你去 KTV 去卡拉 OK， 就不会输给人家了，对不对？要不然，真济迄个大哥大姐，甚至已经退休的阿公阿嬷，迄个新歌一出来，拢了解，拢会晓唱。颠倒是少年人年纪啊，永远拢在唱因家己较熟悉迄个年代，这样就是没有 update。我们对音乐，我们还是要跟上脚步。所以呢，大家要准时收听咱报道新歌发烧榜，你就会知影咱全台湾上新、上流行的音乐资讯。来，继续要来邀请到的是今天跟我们一起陪榜的好朋友，就是呢阿莹啊，你好。大家你好，听众朋友大家好。今天是礼拜五的晚上，但明天呢就要放假了哈。我说真的哦，距离这个5月份嘛，只剩最后的2-3天，下个礼拜就是5月1号了。劳动节，刚有放假哈？劳动节有啊，有人劳动节不放假了吗？譬如说他如果不是劳工，不是劳工就不能放劳动节吗？还是只要你有劳动都可以。妈妈无劳动节，妈妈有圣公，妈妈别处的嘛，现在劳动对，妈妈较辛苦，所以讲5月11号，是母亲节，对啊，5月1号啊，劳动节，我们就是反正整个5月都让妈妈休困，卖给妈妈煮饭，是，弄吃外口就好啊，你钱赚较济再讲，好啦。我们今天还是要言归正传哈，来听听看这个礼拜的第5名到第1名个别有什么新歌，有什么好歌，就没碰上，好难收一听这种朋友哈。先为第5名，第5名。来，只要你骗家够水，探家啦。你不要去有谢雷大哥嘛？我跟你讲，有伊拢有咧听哦。我跟你讲，这首歌曲叫做《白囝征婚》，是谢雷上新专辑，是甲谢小鱼所合作的。大人来讲看卖啊，谢雷、谢小鱼，两个人安尼配合，距离偌久，再个配合的。这久咯，差不多至少这个20年有咯，差不多对要20年。想袂到时间过了这么紧。是啊，以前因的这个白囝的关系已经唱过真侪好听的歌曲啊，对不？日头这么大，天气这么热。对，但是这摆谢小鱼已经变声了，而且那这么声太大，那个什么变声？不但变声。搁变一个囝出来，伊已经是做爸爸的人啊呢，所以啊，谢雷伊拢讲伊即马谢小鱼因后生看到谢雷拢叫阿公，真的啦，真的，所以你说这个日子过很快啊，真正说了不敢相信，谢小鱼安尼做爸爸对啊，所以啊，我们这个非常的开心看到他们再度的合作哈，就白囝结婚，第4名。这摆第4名有完是王俊杰上新专辑叫做《西厢记》当中的这首《看手拍天下》，然后这首歌呢跟他合唱有一个叫林武正的大哥，他是云林虎尾的证明代表武正大哥啦，武正大哥那是非常的这个人非常厉害，而且一对这个戏水拢就好诶，对后辈很好。当然咧，你有感觉讲听到这首歌曲，人规个拢开朗起来。对，像讲啊，这个头一届有看到迄种地方代表有对艺文人士啊特别好、特别帮赞的，可能就只为武正大哥。所以啊，这里王俊杰也选择这武正大哥跟他合唱这一首歌，因为他常常帮助他，对不对？他常常受到武正大哥的帮忙啦。是这首歌其实都在王俊杰上新的专辑叫做《西厢记》当中啦，嘛希望大家呢当多加支持啦，对不？而且听说他最近有音乐会哦，详细情形请上宝岛联播网官方网站。
第三名。爱呢是你有妈妈无？我是石头逼出来，所以每一个人拢爱友好，你讲对无？对，每一个人拢有妈妈，是后个月就是妈妈节，是，所以希望大家咱爱友好，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拜。对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孝顺，趁着爸妈还在旁边的时候。是，这首歌就是单随伊今年上的作品，叫做《妈妈我爱》，非常浅显易懂啦。是，有的时候都是爱你在心口难开。你有跟你妈妈讲过我爱你吗？我跟你讲台湾人喊你咧讲我爱你这三字，迄妈妈听到会感觉肉感，我讲的人我嘛感觉歹势啊，妈妈我爱你，这三字，所以讲咱台湾人定咧把这三字放在心肝底，对，嘛唔知要哪表达，你比如讲妈妈也爱你，但是讲你妈妈嘛袂讲大人的妈妈爱你，袂，但是呢。平平是三字，大家平常时拢会讲妈妈有煮无，拢讲啊就顺的，对，再改一下嘛。好啦，单随上新的作品，第2名。热情烧滚滚，咱声又难分。王尚宏老师热情烧滚滚，这礼拜是第2名。上红真的呢，上红呢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觉得名字取得好，这张专辑呢，最近呢，这个成绩也真的很好，点播率很高，尤其这首歌那个你看，我想要跳舞啊，妞妞，对啊，而且王尚宏老师你行为这个词曲创作大师，已经有很多很多的天王天后都是靠他红起来的，譬如讲真心梅，思念你的心肝，你敢知？那就一写的啊，脍炙人口。对，然后呢，这一次在王尚宏老师他自己的专辑里面歌词本有无？就2位大哥级的人物来帮他写前言，亲手写的哪2位？康康，还有翁立友，每一个人拢受业界教过真济啦，所以呢，这个大师一出手便有没有？是一定有，对，一定有。这几年词曲创作的大师拢纷纷自己来出专辑，譬如讲，王尚宏，还有潘芳烈大块，周伟杰，拢是会晓写，会晓唱，会晓这个作曲，会晓唱歌，对吧？会晓歌戏。我知影周伟杰样啦，有嘛？王尚宏老师跟潘芳烈老师跟我欢喜，未来好不好？好，好啦。那王尚宏最新的专辑就是《热情烧滚滚》这首同名的歌曲这就这礼拜咱波多新歌发烧榜的第2名。稍来呢，咱就要来揭晓喽，非常的紧张大家都很想知道这个礼拜的第1名到底是谁呢？安尼咱今晚就来揭晓 ，check it out。咱声又难分，满面春风第1秒。真心所滴落来的目屎叫做真心泪。这首歌曲是翁立友今年上新的作品《真心泪》。立友哥果然厉害，歌王之王啊！那讲了这立友哥真正不简单。短短这个几年时间呢，他就从那个一无所有一直到现在那个名扬天下。真的，因为讲过去在咧唱歌的时阵一开始嘛是最辛苦的啦，还要找正职的工作呢，也无法度转正。每一个拢是经过辛苦打拼才出来。对啊，所以真侪歌手他讲你知道翁立友以前早期伊讲去做迄个业务员呐，不就是讲那个水产运输有无？在卖什么呢？卖那个叫做长脚蟹啦，那种那个帝王蟹那种。所以这个卖红钱，什么物件3个6型的全部拢做过就对了啦。所以讲大人咱讲现实甲理想
你拢要兼顾的时阵吼，你就要放下身段。对，你袂当讲，我咧唱歌的人，我为什么爱去做这个？歹势，这就是现实。对，要爱唱歌，这是你的理想。尤其即马景气搁长歹，对不？你看，像讲我嘛有正职啊，我按照大家来打卡嘛。你这个人唔拿正直搁善良，嘿对啦，搁自卑啦。哦，喂，我咧讲的正职就是说我们花那个每天都必须固定要去上的班，是对。但以前的演艺人员比较少有这样的情形嘛，对不？但是今嘛咧，像讲你看，迄个陈忠大哥啊，那个开 OK 便利商店当店长，对不？巴肚一定来讲。对啊，还有陈茂峰嘛，开游览车嘛，对不？啊，单位以前嘛是较早还做香港的，对不？蔡嘉玲怪手的，对不？就这啦。做警察的，我跟你讲，那许富凯哦，伊那不是讲就要登咧昂哦，他说他要去开美甲店呐。对啊，指甲彩绘，很厉害。不管讲咱讲吼，去做多一道啦吼。这唱歌的这个理想吼，这坚持哦，永远是袂放弃。是啦，所以吼，这个理念吼一定要坚持，如果参像翁立友大哥所唱的同款，一定有起来成功的迄一天。你若无坚持，绝对会留下真心泪，好不好？你等了有够远，我就帮你打歌嘛。好了，这礼拜第1名就是翁立友最新的作品，叫做《真心泪》哦。全台湾上新上流行的音乐主持人，咱波多连播放在听到，波多新歌发烧榜，我们下周见 ，See you next week。吹大美幻想的山明海誓，过去所有的美丽，虽然在梦中实现，只叫阮这一生爱过一回，爱难回，往事随你去飞，吹大。想的山明海誓，过去所有的美丽，虽然在梦中实现，只叫阮这一生爱过一回。发烧版，好听好不让。